首先要跟大家说一声早安。那今天是课程的第2天。那么在课程还没开始之前，先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那么就像昨天有说到，那因为我自己蛮长时间都没有这样子的上课，那么另外以前上课呢，前面都是有人的，那么所以比较会有感觉，因为能够看得到对方，那么讲话的时候也会比较有一种想要讲法的动力哦，因为你看得到前面有人。但像这次的课程前面什么人都没有，所以也没有这样子的讲说的经验哦，所以没有办法说得很满意。所以首先还是跟大家说一声不好意思。那么我们延续昨天讲到的部分。那么昨天主要提到的是三学、三增上学。那么我想首先再念一下解脱庄严论的文字。所以发行菩提心后有3类学处：增上戒学、增上定学与增上慧学。在菩提道灯论云呢，为助行心体律仪，由善学习3戒学，于3戒学起敬重。那么这个呢，就是主要的主颂主文了。昨天主要谈到了这个3学。那么或许昨天听完课之后，大家对于什么是3学大概有一个认识。但是呢首先你知道了3学它的重要性，但如果你不懂得3学是什么的话，你也没有办法真正了解什么叫做3藏。为什么呢？因为3藏指的就是经、律、论。这3藏呢，分别也就是在讲说阐述3学。举例来说，主要在讲说戒学的藏点是什么呢？就是律藏。同样，主要讲解定学的，也就是经藏。那么主要在讲说慧学的，那么就是所谓的论藏。所以这是经、律、论3藏。所以要了解什么是经、律、论3藏，你首先要对于3学，也就是戒定慧3学要有了解。那么一般来说，戒定慧这3者或者某一部分在外道都会提到的，甚至一些没有信仰的人，他们也会谈到这个戒定慧的。举例来说，如果有一个人他说好，我从今天起我要吃素，断肉吃素，这个也算是一种戒。或者说我们看到现在来说，很多人学习这个瑜伽，很多人推广这个像禅修一般的瑜伽然后变成像商品一般的贩卖。
那么他们为了得到身心的一种放轻松，他把禅修跟宗教分离开来。那么现在有很多这样子的这种课程的，或者说现在有许多这种按摩。那么你到了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店里面去一看，哎，怎么还有佛像？还以为是不是进到一个佛法中心？但是你好好看了之后，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个佛教中心哦，这只是一个按摩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佛陀的像已经变成是一种身心放轻松的一个象征。所以我想说的是，现在很多非佛教徒或者没有信仰的人，他们也会谈到所谓的戒定慧，甚至讲到智慧方面。其实现在你看科学界来讲，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这些科学呢，也都是很多这些科学家或学习的人，也都不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是一般人，他们也在学习这样的智慧的学问。或者就外道来说吧，那么或者说像过去的在印度的一些所谓的外道就是非佛教的教派，比如说印度教，那么他们也有持守斋戒，或者说像裸行外道，他们也会持守很多这些严格的，甚至非常很狭隘的、很严格的这种各种的戒律哦。那我也看过很多这些外道，这些裸行外道啊，那他们都没有穿衣服，不管白天晚上，他们都是光着身体的。还有同时呢，他们是不能够这个搭乘任何交通工具的，不能搭车、搭飞机，只能走路。所以他们有很多这样子的戒条，也在持守着。事实上，这些现代人来说，现代要做到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不太可能持守这些戒律的。甚至在佛陀在世的时代，当时的婆罗门，他们也有修持四禅天、无色天的各种的禅定。譬如说，佛陀还没有成佛之前，他也跟随这个外道学习，比如说有叫仁普还有拉却的这些外道学习，以指他们为上师、老师，然后学习禅定。所以定也是有谈到的。同样呢，像是在梵语的这种音名学也好，或者说这种声名学也好，或者说音明量学，或者天文历算，很多很多这一些，你看到在外道他们都有学习的。那么因此在这里所谈到的戒定慧，佛教里面称为的是叫做三增上学，或者是三无漏学中文的那个翻译叫三无漏学。总而言之，这样子的三学在佛教里面，它是更殊胜、超胜于其他外道跟没有信仰的这个的戒定慧的。所以这样子的一种三学，到底它的本质是什么？它里面又有什么样的分类呢？这个在昨天没有时间讲，所以我今天想要再深入的讲解一下。首先还是回顾一下这个三学是哪三学呢？也就是戒学、戒增上学、定增上学跟慧增上学这三者。昨天有谈到那么这样子的次第，
这样的顺序，界定会的顺序，它是因为互相之间有因果关系而有这样子的顺序的。而其中第一个是谈到的是界增上学，它可以说是后面两个学处的基础。所以龙树菩萨在他的《龙树劝有书》当中谈到众得一戒住如地长一切。这一段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无论是我们所谓的人也好，或者是大自然的一切的植物东西，山河大地，依止就是在这个大地上。同样，这个戒就如同大地一样，它能够长养出禅定，长养出智慧。所以首先呢，戒是放第一个的，戒增上学是第一个。那么接着，什么叫做戒学呢？那么一般来说，谈到的戒，它指的就是断除害他跟害他人的心这个基础都要断除。所以在《如菩萨行论》里面提到说，断尽恶心时，说为戒度缘。那么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说法，主要是指戒律当中的律仪戒来说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戒都一定主要是依止在断除恶心这个基础上的，比如说菩萨戒或者说饶益有情戒那么它的基础并不是断恶心，而是要具有利他的心，这是它的基础。还有在律典跟俱舍当中也有谈到别解脱戒呢，它是有色法。还有月称论师的一部叫做《五蕴品类论》当中也是谈到这个戒它是所谓的有色法的，尤其呢是在被第80法王米규多杰所赞叹的这样的一部论点叫《直供依密意趣》当中也谈到说，这个戒呢它是无表色，是属于无表色的，所以这里的戒呢并不都是断尽恶心以这个为基础的。那这部分在之后的戒律品当中会再详细解释。那么接着我们说戒它分类有几种，第一个就是律仪戒、摄善法戒，还有就是饶益一切有情戒，有这3种。那因为这里会有这样的分类，主要是因为这里的戒是指大乘的这样的一个戒所以当我们谈到了大乘的戒，所以就会有这3种分类的。那么首先第一个是摄律仪戒。那什么叫摄律仪戒呢？是指譬如说具备了别解脱戒的居士，或者具备了别解脱戒的这样子的出家众，就是这个都是所谓的律仪戒律仪戒指的主要的是这些。另外特别的还有像天神，虽然他们的所依这个天人的身是不能够成为别解脱戒的所依的，但是因为他们断舍了自性罪，譬如说这种跟别解脱戒相符合的这种10恶，它都断除的这样子的一种自性戒，它断除了，那所以它也可以算是具有别解脱戒。那一般来说，别解脱对不起律仪戒呢，它有分为小乘的律仪戒跟大乘的律仪戒。总而言之，它是有很多种不同的分类这也是各位要知道的。但是在这里，一般来说是刚刚这样的一个解释。
总而言之呢，第一个律仪戒你可以说它是透过了，你可以透过仪轨而得受律仪戒，或者不透过仪轨而得受这个戒。因为一般谈到戒呢，我们会说，比如说依靠仪轨是你在一位上师前，然后你得受戒师前得受戒，但不完全是这样。因为譬如说，如果你内心发愿说我不杀生，你有这样的一念断舍杀生的这样子的一个誓言吧，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想断除杀生的这样一个断舍的心，这个也算是戒。但是仅仅是你不杀生，这不代表在持这是戒，而是重点刚刚谈到你要想要断舍杀生的心，这是最重要的，而不就是在那儿不杀生，这并不算持戒。譬如说你看牛它是不吃肉的，像牛不吃肉，你不能说它在持守这样的戒的，因为它就是没有吃肉，它没有那个心，他一出生他就不吃肉的，所以他没有那种动机，他也没有那我要断舍这种食肉的这种心哦。所以戒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内心是真的刻意的，你要持守某个这样子的戒条，你刻意的发起这样的心，这才叫做戒。那么讲回到所谓律仪戒的时候，它里面又有分类为，就是从动机上来分的话呢，可以说叫做断食恶的十戒，或者以身口这两个来分类的话，这是断舍七种恶的这种戒。一个没有持守别解脱戒的一个在家人，他们虽然不具备别解脱戒的这个本质，但是他们皈依了三宝的话，那么他们还是可以说算是可以具备了这种别解脱戒的。总而言之呢，这里谈到了摄律仪戒，就是很重要，就是他有想要断恶的这种心的一个基础，然后所做的各种的戒，那持守那样的戒，它就叫做律仪戒。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说，譬如说我们谈到皈依，如果有人他没有皈依三宝，但是他断舍杀生，那这种算是一种律仪。它虽然不算是一个律仪，但是它还是算是摄律仪戒。所以总之律仪跟戒这两者的一个关系可能还要再做一些深入的一个讨论，深入的一个研究的。那么以上是谈到了摄律仪戒，再来第二个叫摄善法戒。那什么叫做摄善法戒呢？那么是你升起或者驻留或者增长，比如说6度的各种善行的戒，这叫做摄善法戒。譬如说，当你在听闻跟思维这些佛经当中的这样的时候，或者说当你在课诵的时候，或者你在绕塔的时候、礼拜的时候，总之，不管这个善小还是善还是大，总之呢，你都尽力的去行善呢，这个就叫做摄善法戒的意思。
在藏文这里，所谓的不分善的大或小，他用了一个比喻，就是无论是你是一升还是比升还更小的更轻的重量哦，他是用这个比喻哦，就是说无论是多重还是多轻的重量，你都要不断的去积聚。所以同样，无论善是大是小，你都要去行持。所以平常像你在课诵、你在礼拜，或者在做一些佛事的时候，那这也都算是摄善法界。那么，尤其在辩经场上，有一种说法是，就是你的学习要能够如法，要能够学得好，你就必须也要做同等量的这个佛事，或者是念诵除障。因为你如果做了这样的念诵除障的话，那么会帮你的学习能够更好。那么因为你的学习辩论，这个是符合佛法的一种行持，那你在做这样的行持，就会有内外有很多的障碍。有的时候这些障碍是你看得出来的，但有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一些障碍。发生了，经历了，你才发现太迟了，这就是一个障碍。所以为了要预防各种障碍的升起，所以要多做一些课诵，比如说除障的一些念诵，还有等等。再接下来，第三个呢是叫做饶益一切有情界，指的就是利益众生的这样的一个戒。那么一般来说有11种这种饶益有情的方法，这11个是哪11个呢？第一个呢是帮助众生，第二个是教化众生，第三个是报恩，再来第四个是是指说帮助众生从恐惧中出离哦。那么再来第5个是消除在精神上的痛苦，第6是扶贫，第7是给予依处，第8是随顺众生，第9个是赞叹入正道者的功德，挽救入邪道者，第11个是用神通度化众生。总而言之，我们说一个菩萨常常他救度众生的那种迫切，就像如救头燃一样，就好像你的头在烧起来一般，所以他的是很急迫的，他主要的责任就是要利益众生。所以这个饶益有情对于一个菩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当然前面有菩萨的这个叫做律于一切，有18个根本堕罪，那当然很重要。但是对于一个菩萨来说，真正饶益有情利益众生更重要的是这里所谈到的。所以这里第一个呢叫做帮助众生，也就是当众生需要的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那你就必须在他需要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如果你不帮他的话，比如说你可能延迟了，或者任何人不帮他的话，这是不行的。或者说你帮了对方，但是用了一些不如法的方式，是跟佛法相违背的方式，或者因为你的帮助反而伤害了其他的人。
如果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你不帮的话是可以的，就是因为帮了他可能伤害了其他的人或者不如法，这种情况是可以的，可以不帮助他。但是不然，除了这些情况，只要是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不帮助他，那这都是不行的。好，那就先讲到这里，休息一下，大家喝一点茶。好，接着刚刚所说的继续讲解。那么刚刚有谈到就是说帮助众生哦，那我觉得帮助众生呢，就跟菩萨戒20摄颂这部论当中所谈到的于因助伴不枉助是有关联性的。所以还有一种情况是，特殊状况是，如果自己的身心不是，那你没办法帮别人。但如果你的身心是 OK 可以的，那么呢，你就应该帮助别人。再来，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他已经有可以人帮助他了，那如果你是在那边抢着，好像争功一般的抢功一般就去帮别人，这也是不好的，是不需要的。所以不是这样的情况。总之是如法的，是符合佛法的。还有当有众生需要帮助的任何的时候，那么你都应该要帮助别人，不然如果带着说对别人是对那个该帮助的人有仇恨而不想帮他，这样是不行的。或者说是这个很懒散，算了，也懒得去帮别人，这样也是不行的。所以除了就是自己是身心不适，除了是别人已经有人在帮助对方了，还有除了是如果是不如法的状况，再来总之除此之外，那么都是应该要帮助别人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叫做是一种饶益有情众生当中第一个帮助众生，第二个叫做教化众生哦。那么所谓的教化众生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可能有些人他在迷惘的时候，他不知所措的时候，那么这时候你可能会告诉他一些想法，开导他一些观念，那么这个叫做教化众生的意思。所以当有人这样子求助于你的时候，那么你就应该带着一个能够帮助到他的心而教化，给予他一些开导，给予他一些教化，这是一方面的一个解释。再来，他跟菩萨这20摄颂当中所谈到的有一句话叫做不于放逸说正理哦，那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是这一次是说自己是一个菩萨，身心状态也是可以的，然后再来对方那么对方他可能正在他今生的一些这个做了一些错误的规划，然后当你看到了对方有这样的情况，
然后同样对方他还做了一些事情是有害于他的来生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时候呢，你就必须要给予对方这个开导，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你这样是错的，那样是对的，那这是很重要的。那么除此之外，如果你是因为任何这个自私或仇恨的理由而不帮助对方是不行，同样也不可以是因为放逸懒散而不帮对方。再来，有的时候是你想要为他做些开导，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这个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也是可以，没有关系的。不然这时候你也可以，你可以甚至告诉别人说，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开导，你可以告诉对方说，如果你可以去找另外一个人，他会给予你一些开导的，你也可以这样子说。或者有的时候你的一些开导对他起不到帮助，所以这种时候也可以是不说也是可以的。再来第三个是报恩，这跟菩萨戒20摄颂当中的不与有恩做酬报，这是不能做的，所以意思是一样的。所以也就是一个，当你是发心成为一个菩萨的时候，那么过去曾经帮助过你，但是你却有恩不报，反而是这个以怨报德甚至带着仇恨之心，而不去帮助对方，或者你是因为懒散而不帮助对你有恩的人，这都是不行的。或者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你时间不够，没时间，或者是没空，那这样子是可以的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如果有的话，那么不帮助有恩的人也是可以的，是有特别的开许的。再来第4个是指说众生恐惧的时候要帮助他远离恐惧那这个叫做救灾。我觉得这个跟第5个可以是所谓的救灾，还有第4个救灾，第5个是消除精神痛苦，这个都可以包含在20摄颂当中谈到的，于他有苦不为拔，这是不行的。所以这里他有苦可以指的是可能是心理上的痛苦，或者是心理上的恐惧。当他有这样子的苦的时候，因为你自己身为一个菩萨了，你已经持守了菩萨戒了，所以你就必须要帮助别人消除那样的痛苦。举例来说，对方可能是因为跟亲人、家人在一起而痛苦，或者可能是生意上、工作上，生意失败经商失败这样的痛苦等等，无论任何的痛苦，那么你都要尽量的想尽办法的去帮助对方。不然，如果你是带着一个嗔恨心、仇恨心，或者是懒散的心，而不帮助对方的话，这也都是不行，是有罪过的。当然，也有一些特别开许的情况，就是没有罪过。譬如说你自己的能力不够，
或者是你想要帮助对方，就是说所谓自己能力不够，那么而其他人是比你更有能力，所以你请求别人去帮助他，那么这样子也是可以的，你不直接帮助对方。再来第6个叫扶贫，那么就是没有这些资具的，比如说没有无依无靠的，然后这生活是很匮乏的，没有衣食的这样子的人呢，那么因为自己是一个菩萨，是一个领受了菩萨戒的人，那么你就应该要尽量的去扶贫，救助他们远离这个饥渴，远离匮乏。不然，如果是带着嗔心或者是懒散而不帮助，这都是不行的。再来，开始的情况是，如果你自己没什么财力，或者你有些情况是不适合让别人知道你有多少的财力而无法给予，或者说是给予了布施了之后，反而是造成对方更大的痛苦。如果有这样子的疑虑的话呢，同样不仅是因为布施让对方也让自己造成一些困扰的话，这种情况不给予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是第6个叫扶贫。再来第7个是叫给予依处。这个给予依处呢，现在还有后面的随顺众生啊，赞叹入道者的功德啊，这一部分可能我之后再弄更清楚一点再讲授会比较好。因为如果解释的不正确的话，那是没什么好处，没什么利益的。所以总而言之呢，这里谈到了有11种饶益有情戒，那么这是一个菩萨该有的心智。我们身为一个菩萨，事实上菩萨唯一要做的就是利益众生。所以这里菩萨要利益众生，他的戒就叫做饶益有情戒。所以前面我们谈到了3种戒啊，摄律仪戒，然后等等。那么简略来说，首先什么叫摄律仪戒呢？就是主要断除了这些十恶等等自性罪，这个就叫做摄律仪戒。摄善法戒呢，是指说主要修持这些6度等等善法的，那这就叫做摄善法戒。饶益一切有情戒是主要以利益众生为主而持守的戒律。所以你会看到这3者呢，主要是作用上的不同，但从菩萨戒本质上来说，这3者是不相违背的。所以这里谈到的戒3种戒律呢，那么在这个叫做不仅是在经称，在密称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像是在这个《金刚顶经》当中就有说：“我发最殊胜无上菩提心，戒学摄善法及饶益有情，我于3具戒别别坚固持哦。”所以你会看到，在一般我们谈到密乘的时候，有分4部密序。那么前面3个密序当中是没有持守这个密乘戒的，主要呢，这下3部密序，你要修持最主要要有别解脱戒，还有菩萨戒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下3部密序并没有特别提到一定要具备密乘戒，除了到了上部密序，就是无上瑜伽序，才谈到了要持守密乘戒。
所以下三部密续，你可以看到最根本就是菩萨戒哦。那当然，在一些不同教派对于刚刚的说法又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但是从格鲁派或者噶举派是这样子认为的。像是噶举派，我们第8世法王噶玛巴，他主要的弟子噶玛钦列巴大师，噶玛钦列巴第2世噶玛钦列巴，按照他的见解当中，是认为下三部密续最主要是以菩萨戒为基础，而不需要具备这个密乘戒的。总之呢，这种刚刚谈到了3种戒律，甚至到了密乘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这里我想说的。所以以上是谈到了这个戒学，接着要谈到定学。那什么叫定学呢？是指专一净性，就是于一境上专注不散乱，那这个就叫做定。那么这里的定最主要是算是心所当中的一个，就是定心所。那刚刚的戒也是算是在心所，就是断舍心断心舍心也是心所之一。现在的定它也是算是在这个定心所当中的一个叫定。所以这里的专一它不在乎时间的长短，而是如果你能够专一的安住在一个善所缘上而不散乱，这个就叫做静虑或者叫禅定。所以心所当中这个定就属于在五别境当中的其中一个。那当然我们说要这个得到所谓的升起所谓的无色界的禅定是不容易的，但是能够随一净性就是如果随着你的心自在的专一在一个境上，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这还没有到达清安之前的一个状态，就是随一净性。你随着你的心，不是短暂的专一而已，而是随着你的心。比如说，而是指说你随着你的心，你想要专注多久，比如说3个小时也好，你就能够专一，或者是你想要1个小时也好，或3个小时也好都可以，或者你要专注1个小时1天都可以。所以这是随你的心而能够专一的，在一个境上的这样子的一种禅定。时间我要长就短，你都能够安住，这个你就得到一种叫做随一净性的一种禅定。那么在这个之后，你如果再得到所谓的清安的话，那么就代表你达到了极止的禅定。那么这时候你就遇到上界的这种禅定你就算是得到了。所以这就叫做所谓的止的禅定就达到。所以我们是比较有可能达到这种随一净性的。在这个之上再要达到极止其实也不容易，因为平常要得到极止，但真正的极止它必须你要得到这个清安的。比如说九住心我们会有谈到就是谈到止，但这并不是真的这个止这可以说只是专一净性，还未达到清安前的一个阶段，还不是真的极致。所以我们禅定上是专注要达到就是这种专一随你的随一净性上。所以在这里可能禅定还有极止它的差别你要知道一点。所以什么是禅定呢？就是刚刚所说的你专一在一个所缘上不散乱，这叫做专一净性，在一个境上不散乱。那这里时间不再长不再短，
总之呢，你能够专一在一个善所缘上，这个就叫做一种禅定。但是在达到了一种叫随一静心的话，这就不容易了。它就不在于你就只是专一而已，或者不就只是能够这种专一这个1-2分钟，而是你能够随你的心思，你想要专一多久就专注多久，这种叫随一静心哦。然后再来止，又是比这个随意静心更深入的一种禅定了。它不仅仅是随着你的心想安住专一多久就多久，而是在这个之上，还必须得到清安的这种身心要得到清安的这种乐，这个才达成所谓叫止。那这是一种特殊的乐哦，这是一种身心清安的一种乐。这个冈波巴大师也有特别提到，他当时就说他得到了清安的这种乐之后，那么才有很多天当中都不用吃东西，甚至好像都没有了呼吸，都不需要呼吸，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我想这大概就是一种得到了清安的一个征兆。那么这里的禅定从作用上可以分为3种，一种叫做身心安乐，第二个再来是成就功德的禅定，再来是利益众生的禅定。首先第一个身心安住于乐的禅定，它指的就是你的身心得到清安的乐的一种禅定。再来第二个呢是所谓的成就功德的禅定呢，它是成就了所谓的神通的这样的一种禅定，这是禅定的正行才会得到，而是在所以前面的身心的清安的乐的禅定，它只是一个前行了之前，但正行是得到了这样子的神通，成就神通的一种禅定。第3个利益众生的禅定，简单来说呢，譬如说你对于上师三宝你能够虔信，还有你能够真正深信因果，还有对于所谓的经典的义理能够专一的能够专一的去做分析去理解，还有你对于空性，还有譬如说这种本尊的观修的，你都能够专一的去做修持，这个都是属于禅定，都是属于利益众生的一种禅定，都是属于禅定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可能很难说真的升起止，事实上可以说根本没有升起止，但是呢，相胜于类似于所谓的止，是指的是什么？我们现在能做到的就是心呢试着专注在一个善所缘上，如果你能够做到的话，这也算是类似于一种止，或者你对于这些经典的文字还有它的义理，你能够透过观察分析之后升起一个智慧，一个观，它升起一个智慧的话，这也是相胜于观的一种情况。所以一般来说，止会是所谓的安住修，观是属于所谓的观察修。当然这部分在藏传佛教不同宗派又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但一般来说呢，我们会说所谓的止就是安住修，观呢就是这个观察修，但是到了大手印的时候，这个观也算是一种安住修。但无论如何，什么叫做止跟观呢？举例来说，
譬如说，如果一个病人开刀，开刀的那个医生，他的手必须要很稳的。如果他的手会发抖，无论是真的是或者害怕而发抖的话，手在抖的话，那么不该切的地方他切掉了，或者说这是很危险的。做手术的时候，他的这个医生的手要很稳，所以止就类似这种，你的心是很专注的，就像是一个做手术的医生，他的心、他的手是很稳定的，是很专注的。所以，当你要达成所谓的止，你就必须第一个要先心能够专注，再来第二个是，你不只是你的手要稳，你还工具要好，你的刀要利。如果是一个很钝的这样的一个刀的话呢，那么事实上你再怎么用力，你可能也切不掉该切的东西。所以这个手术刀也是必须要非常锐利的。同样，这就在比喻所谓的观。观呢，就是一种它很锐利的一种智慧，能够剖析各种再困难的这种实相真理，它都能够去剖析它。这个就是观，它是一种锐利的智慧，就像是这个锐利的手术刀是一样的。那刚刚有谈到很多字叫做善所缘。那如果说专注在善所缘上，它就是一种禅定吗？譬如说，一个带着烦恼的一个人，但他有智慧，但你不能说他具有智慧，他是有这种不好的智慧、烦恼的智慧，你不能说这个人有智慧。所以虽然一个人他仅仅是专注于善所缘，但他并不是真的得到所谓的禅定。那么我们一般说大手印会谈到止的禅修，在练习的时候会专注在一个小石头、小木头上。那这是什么呢？这时候的石头、木头，它也不是善，不是，是一个中性的一个东西。这时候你虽然你的所缘并不是在善的一个事情上，就是一个小木头、小石子，但它是一种特殊法，帮助你修止止。所以再来第三个呢是慧学。它是指一种对于假名安立的事物，就是并非真实的事物上，那么能够善加分析，这就是智慧的意思。譬如说，我们一般会认为这是柱子，这是瓶子，我们就理所当然觉得这个就是柱子，这个就是瓶子。但是带着智慧去观察的时候，分析的时候，那么这就叫做一种智慧。那么这种智慧在作用上去分类有三种，一种是了悟圣义的智慧，第二个是了悟世俗的智慧，第三个是利益众生的智慧。第一个了悟圣义的智慧是指对于细微的无我
无论是这种直接的、间接或真正的，或者是理解上的一种认识，那这都算是一种空性了悟无我空性的一种智慧。然而，就算只是粗略的了悟无我，它也可以算是一种了悟圣意的智慧。所以智慧慧学一切慧学的最主要指的就是这种了悟无我的智慧。第二个叫做了悟世俗的智慧那它指的就是工巧明义方明、声明、音明跟内明等等。你精通这一些就叫做了悟世俗的这种智慧。就像昨天有谈到，在《经庄严论》就有提到说，若未通五明，圣者不成佛有这样的说法。同样呢，在瑜伽师地论当中也有提到，云何菩萨自性慧意思就是能够悟入一切所知，即以悟入一切所知，简则诸法，普圆一切五明处转。也就是第一个内明处，二因明处，三一方明处，四声明处，五工业明处，当知即是菩萨一切慧之自性。所以你看，这里跟慧学所谈的意思是一样的。就算是外道来说呢，他们前面四明也是有的。虽然他们对于第五个内明不真正有信心，但他们也会学习。举例来说，现在很多大学里面很多的教授，他们也会谈到佛教的一些观念、佛教的哲理。但这里所谈到的慧学，并那些大学里面教授在教的佛教哲理，并不属于这里的慧学。为什么呢？因为那样子的佛教哲学的教学并没有皈依，还有并没有出离的等等这些基础。所以其实你看很多这些学府都有在研究甚深的佛教的义理，甚至那洛六法他们都在研究。他们只是去学问上的这种研究，但这虽然你可以说是也算是智慧，但不能属于这里的慧学，因为这里的慧学，就像之前谈到，它必须要有很正确的皈依，还有想要解脱的这种心，这是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你才是真正在做慧学。一般来说，的确你要学习很多的学问，学习不同的语言，学习不同的哲学义理。你会说，这些会不会能够帮助你成佛呢？仅仅是学习，它很难，它不一定会成为你成佛的助缘。所以重点还是刚刚谈到，你必须要有皈依，要有出离，要有发菩提心，同时还具有了回向如果你具备了这几个特点，那么你做的这些学习才可能成为你成就佛果的因。就譬如说，如果你布施人一团食就是一把的食物，这会成为成佛的因吗？比如说你给一只猫一小块面包，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因而成佛呢？并不会的。不仅是这样，或者是你新建了可能几千座的寺院吧，供养几千座的寺院，会成帮助你成佛的因吗？但外向上看着，当然这是多殊胜的，但是不一定的。为什么供养了几千座寺院新建，也不见得这会帮助你成就佛果呢？或者这不是成就佛果的因呢？这是因为重点在于你的心，你的发心是什么？你为什么做这个供养？还有你有没有做回向？你有没有回向菩提，回向成就佛果？如果你在做这些布施供养的时候，你有发起一个心要回向希望这么做回向我成佛，那么才有可能。比如说你供养一只猫，
一块面包，但当时给的时候你没有发愿成就佛果，但是你之后你想想啊，曾经我给过一只猫一块面包，你回想起来啊，希望这个善行，这是一个好的行为，善的行为，我回向给成就佛果。如果你也记得做这样的回向，那个一块面包的布施给一块猫，也能够成就佛，算是成为成佛的因。所以在三运经当中也有提到，就是仅只是一团食的供养布施，它都是有很大的利益的。所以总之，无论你在做任何的修持，你如果带有这样子的发心、皈依、出离心、回向等等，那么你所做的一切的修学都会成为慧学，都是成佛的因。所以仅仅是告诉你好好用功、好好读书啊，这是没用的。学习佛法的时候要加一句，你要带着正确的发心啊、正确的回向啊，才学习佛法，这是更重要的。所以仅仅是你这个灵压这个叫做辩才无碍哦，那么但也是没用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发心，也是没有利益的。再来，第三种智慧是利益众生、饶益有情的智慧。那么是指，如果你能够很清楚知道我该怎么利益众生的时候，这就是一种智慧。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对。众生很多人都需要帮助，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别人，或者有的时候是你不知道怎么帮，还那么就是去帮助别人，结果反而造成了对方很大的困扰，结果反而是害了对方。譬如说我自己今生也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曾经我也这样子有带着善心要帮助，但是结果这个因为方式可能没用对，所以结果也没有很好的一个结果。所以这里的饶益众生、利益众生的智慧是很重要的。我们说虚空有多广，众生就有多少，而每一个众生又有他们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个性，那么你必须要一个菩萨要能够做到能够符合利益到他的每一个想法不同的心意。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智慧的话，是很难达成的。所以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智慧，不仅是帮不到对方，结果自己也很痛苦，那么这就不好了。所以呢，利益众生的智慧是很重要的。总而言之呢，这里谈到了三学哦。简略来说呢，戒律是什么呢？主要是指说你的身口的各种的行为呢，你都能够不过度，能够适中的，然后不散乱。再来，禅定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指说你把你的心的力量专一的都用于善法上。智慧是什么呢？是指你对于事物的实相是什么，专一的去观察而有所了解。所以这样你就对于这种三学是什么大概有一个了解了。所以这是反观你自心，你自己具不具备戒学？你有定学，你有慧学吗？这是我们要观察的。如果这样观察之后发现，自己没有戒学、定学，也没有慧学，哇，糟糕了，那怎么办呢？那也不用太担心，因为现在你是还有机会的，因为你现在也在一个能够学习佛法的环境，你有机会见到很多具德的上师，而且你自己的这种身体也都可以，五根也聪利，那么你是有机会能够去学习的。那重点是你要把握你的时间，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哦，然后尽量的在你的自心上去做到修学到这样的三学。
而不就在那边抱怨，在那边叫苦连天，说怎么办，这样是没用的。或者你会发现检讨之后，哦，我曾经有这样的3学，但是后来我怎么就可能一些原因发现没有了。那总而言之，这也不用太担心，因为你还是有机会，还是能够去做到的。只要未成佛前，我们都有机会的。修持佛法的，并没有期限，并没有所谓的效期，说好你在这之前你修才可以成佛，过了这个期限你再修就不能成佛，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事实上，未成佛前，所有的机会都掌握在你的手中的。问题都是你自己精不精进，有没有努力这样去做成。很多时候今生你无法达成，你也应该发愿说，来生我要尽力的做到。重点是不要灰心，要提起一种勇气，然后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我常常觉得修行它不是1、2天就看得到结果的一个事情。事实上，生命中很多重要的事情，譬如说结婚吧，你也很难说啊，我1、2天认识就结婚，不可能。不要别说了，要这个过年好了。譬如说拉萨一谈到要过年，这个是从2个月前就开始准备了这个过年的。所以大家呢，都做好各种的准备，是很多事情要做的。所以过个年都要花个2个月前就开始准备，那学佛更不可能是1、2天就达成的。成佛它不是一个能够在短期内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就达成，是不可能的。尤其大手印大圆满当中，虽然谈到的确有在一个坐垫上或短时间内就即身成佛的一些方式，但是佛法是如此的殊胜，利益是如此的大，但是修持的人你自己，我们自己本身，看看自己的精进度吧，看看自己的情况吧，有可能几个月达成吗？是不可能的哦。所以要有长远心，要有一种心，就是好，我不管多久，或者给自己一个时间，我这段期间我要尽量的努力，要达成。你看菩萨吧，他发的愿是3大阿僧祇劫，他都要利益众生，这是对于上根器的众生会这么说，他要花3大阿僧祇劫才能够成佛。我们常常说，这样子的这个10万、100万、1000万、亿万等等，有无量，总之三阿僧祇劫是60个3大阿僧祇劫等等，总之这是一个很大的时间的，也是根本不可思议的时间。总之，菩萨这么长时间他都不灰心，他都发愿，这么长的时间他都要不怕众生有多少，不怕时间有多长，不怕这个困难有多困难，他都不灰心的，带着要利益众生、感恩众生的心，要利益他们，所以他也不觉得辛苦哦。所以我觉得菩萨要有这样的心是很重要的。好，就不多说了，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会继续。